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作为北凉世子的徐凤年，身份尊贵，长相帅气，从小就桃花运不断。那么结局时的徐凤年一共有几位妻子呢？第一位江妮，首先就是江妮了。作为徐凤年的青梅竹马，江妮是徐凤年最爱的女子。作为西楚的亡国公主，江妮从小就被徐骁给带进了北凉王府，隐藏身份生活了下来，成为了徐凤年的丫鬟。江妮在徐凤年的心中很特殊，两人的感情也很深，从小一起长大。虽然江妮时常刺杀他，但徐凤年只当这是玩笑。后面江妮被曹成钦带走时，徐凤年将母亲吴素留给他的佩剑大梁龙阙送给了江妮，而江妮则是将神符送给了徐凤年。两人这一次算是互换了定情信物，首次正视对对方之间的感情。之后的江妮成为了西楚的女帝。曹成钦身死后，西楚已经是个空壳。为了不让江妮给西楚陪葬，徐凤年将她带回了北凉。据北城驿站中，江妮白衣缟素击鼓给大军助威，是北凉军心中的北凉王妃。第二位陆承彦，陆承彦是名义上的北凉王妃。徐骁还没去世的时候，为了获得陆家的支持，让徐凤年娶了陆承彦。这两人可以说是政治联姻，互相之间没有什么感情。不过在后续的相处当中，徐凤年和陆承彦的感情升温。在徐凤年和王仙芝大战的时候，陆承彦点燃一盏青灯，以自己的命换徐凤年的命，这就可以看出他对徐凤年的感情有多深呐。后面徐凤年也履行了对于陆承彦的承诺，带他游历了大好河山。两人之间虽然是政治联姻，但感情还是很深的。陆承彦2次为徐凤年以命换命，也让不少的粉丝感动。两人的命数曾经被算命的人认为是天作之合，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。陆承彦很有谋略，为徐凤年分了不少的重担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徐凤年的桃花运很旺。那么结局他有几位妻子呢？第3位王初东。王初东和陆承彦一样，和徐凤年也属于政治联姻。不同的是，王初东和徐凤年是有感情的，互相可以说是初恋了。王初东的父亲王林权代表的是跟随徐骁一起征战的老将们。徐骁在的时候，他们以徐骁为主；等到徐骁去世，徐凤年如果要登上新梁王的位置的话，就要给他们一个态度。王林权就是这群人的代表，娶了王初东就可以获得这些老将们的支持。王初东对于徐凤年的感情很深，作为有名的才女，遇到徐凤年后就无心再去写作了。虽然是侧妃呀，但是和正妃之间的地位也没有什么两样。第4位裴南伟。裴南伟原本是靖安王赵恒的妃子，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的时候被他给拐走，此后便一直跟随着徐凤年。在两莽大战前夕，裴南伟离开了梧桐院，来到了胭脂郡，找了个房子住了下来。也正是在这个房子里，裴南伟让天下第一的徐凤年扶墙而出。第5位青鸟。青鸟是徐凤年身边的死士之一，身份不简单，父亲是枪仙。作为徐凤年的丫鬟，青鸟对徐凤年十分的忠心。在第2次跟随徐凤年游历的过程中，多次为徐凤年挡刀，一直默默的喜欢着徐凤年。徐凤年北莽之行的时候，听闻青鸟在挑战第5鹤，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寻找青鸟。为了青鸟独自对上第5鹤，失去了6年的寿命，一刀击败了他。青鸟自那以后戏份就少了，结局的时候跟着徐凤年一同归隐了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作为北凉世子的徐凤年身份尊贵，长相帅气，从小就桃花运不断。那么结局的徐凤年一共有几位妻子呢？第6位南宫仆夜。南宫仆夜是徐凤年第1次3年之行时返回途中遇到的女子，起初以为她是个男儿，因此叫她白虎脸儿。南宫仆夜进入北凉王府后，便一直留在了听朝阁修行，武道境界直线上升啊！除了武功高强之外，南宫仆夜还是胭脂瓶上面排名第1的女子，是少有的配刀的高手，一手绝技19庭先手无敌。19庭出来后，就连陆地天人都能杀死。只不过爱上徐凤年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用出19庭的心境。在徐凤年遇险的时候，救下徐凤年很多次，最终将徐凤年娶了，让徐凤年成为了他的媳妇儿，是徐凤年所有妻子中最霸道的一个了。第7位红薯。红薯和青鸟一样，是陪伴徐凤年多年的贴身丫鬟，她的身份同样是不简单，是北莽敦煌城城主的侄女，在北莽的地位很高。徐凤年第2次游历后，红薯就去到了北莽。去了北莽之后的他，接过了敦煌城城主的位置。徐凤年游历北莽的时候，进入敦煌城，在敦煌城见到红薯，两人曾在龙椅上大战了一场。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大战呐，让红薯给徐凤年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叫做小地瓜。两莽大战时期，敦煌城被攻破，不过红薯并没有死，而是被关起来了。大战结束后，番外中写到红薯被救了出来，跟着徐凤年一起隐居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其中你最喜欢哪个女角色呢？可以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